歡迎嚟到 Set Voice 粵語冥想引導。當壓力好似一座山咁，好沉重壓喺你心口嘅時候，呢15分鐘係你專屬嘅唞氣時間。等我哋用最簡單嘅呼吸，帶你返到此時此刻。呢段輕鬆減壓嘅冥想，結合正念嘅練習同身體嘅覺察，幫助你放鬆過度繃緊嘅神經，釋放積壓咗落嚟嘅情緒同埋雜念，建立每日正念嘅儀式，恢復內在空間感同埋穩定感。請你揾一個你覺得最安全、最舒服嘅地方，你可以自由選擇坐喺度，輕輕咁大字型瞓喺度，或者係企喺度。無論你選擇邊一種嘅姿勢，都請你確保自己係舒服嘅，身體係完全放鬆落嚟嘅。以下落嚟嘅時間，你唔需要去趕任何嘅進度，你唔需要完成任何工作嘅清單。呢段時間係完完全全屬於你嘅。請你輕輕咁閉上眼睛，感受一下你嘅眼皮，感受一下周圍嘅光線，慢慢咁放輕你嘅呼吸，將你嘅注意力慢慢咁帶返去你身體裏面，注意你嘅呼吸，你唔需要刻意去控制你嘅呼吸，只係自自然然咁，靜靜咁覺察佢，感受
嘅時候，深深進入你體內，呼嘅時候，慢慢咁感受體內空氣嘅流動，感受一下吸氣嘅時候，腹部好似個氣球咁，慢慢脹起上嚟，hold住，然後呼氣，好平，變平。而家我陪你從頭頂開始，慢慢咁掃描你嘅身體，將放鬆嘅感覺帶到去你身體每一個部分，感受你嘅頭頂有一束白金光，灌注保護你整個身體，你嘅額頭慢慢舒展開嚟，好似一雙溫柔嘅手撫平你嘅額頭，你嘅眼睛慢慢咁放鬆落嚟，感覺眼球可以輕鬆嘅轉動，你嘅眼皮好似兩塊好輕柔嘅羽毛，輕輕咁保護住你嘅雙眼，你嘅下巴，你嘅牙齒輕輕鬆開嚟，喐動一下你嘅牙膠，感受一下你嘅口腔，自自然然咁輕輕咁放鬆落嚟，感受一下白金光聚焦喺你頸部、你嘅肩膊，好似一雙溫柔嘅雙手，將你膊頭上嘅重擔輕輕咁攞走，然後幫你按摩你嘅肩膊、你嘅頸部，鬆開你繃緊嘅肌肉，你嘅背部係全然嘅放鬆嘅，你嘅心口係舒展開嚟嘅，感受一下你嘅心臟、你嘅心跳，
你嘅心震動嘅頻率，將所有壓住你嘅石頭，壓住你嘅壓力，好似有一陣好輕嘅風，但係充滿力量嘅風，將呢啲沉重通通帶走。想像雨水溫柔嘅滴落你嘅身體，經過你塊面、你嘅頸、你嘅肩膊、你嘅手臂、你嘅手掌，慢慢咁流走，享受溫柔嘅風同埋雨水嘅灑落，喺自己心入邊默念：我允許我自己放鬆落嚟。將呢種放鬆嘅感覺灌注全身，想像白金光、風、雨水係幾咁溫柔，又充滿力量。而家我哋會做3輪正念嘅呼吸練習，每一次嘅呼吸都係一次能量嘅轉換，一次鬆開自己嘅機會。第一輪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想象自己吸入最清新、最純淨嘅空氣，呢啲空氣帶住平靜同埋能量，充滿你嘅身體。然後慢慢咁呼一口氣，將你積壓落嚟嘅疲累、所有嘅雜音、所有嘅煩惱，都隨住呢一口氣輕輕咁釋放出去，感受佢哋慢慢咁離開你嘅身體。第二輪，再慢慢好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呢一啖氣帶嚟係一份寧靜同埋安穩，佢充滿咗你嘅肺部、你嘅胸腔，然後慢慢咁輕輕咁呼一口氣，
將你唔需要嘅緊張，你所有唔需要嘅擔憂，都隨住呢一口氣輕輕咁呼出去。每一次呼氣嘅時候，都喺度同自己講：我選擇卸下一切嘅勞苦重擔，我選擇輕鬆自由嘅人生。第三輪，最後一次嘅深深吸一口氣，感受呢一口氣帶嚟瞬間嘅清明覺知，充滿咗我嘅頭腦，充滿咗我每個細胞，然後慢慢咁呼一口氣，將所有嘅壓力、所有嘅負擔，都隨住呢一口氣輕輕咁放低，感受你嘅身體變得越嚟越輕，越嚟越平靜。請你溫柔嘅陪伴自己。如果喺呢個時候有好多嘅雜念，好多個畫面浮出嚟嘅話，唔需要緊張，唔需要批判，就好似睇電影一樣，我哋任由呢啲嘅畫面，呢啲嘅聲音，慢慢隨水流走，感受風依然好溫柔咁吹動你嘅髮絲，你嘅毛孔，感受到清新嘅空氣，溫柔嘅雨水潤澤大地，亦都滋潤你嘅生命。白金光無處不在咁保護你，包圍你。喺呢一刻，我哋係平靜嘅，我哋係完整嘅，我係美好嘅。感受你嘅肩膊變得越嚟越輕盈，你嘅內心變得寬廣同埋穩定。
我值得平靜，我允許自己休息，就算個世界好快，我都可以好專注咁喺自己嘅身體，喺自己嘅心靈，放慢自己嘅節奏，好好咁繼續陪伴自己，直到你感受到一絲絲嘅呼吸係如此嘅緩慢、放鬆同埋輕盈。今日你已經為自己做咗一件好好嘅事情，你選擇陪伴自己，選擇寧靜，選擇慢落嚟。祝福你喺平靜嘅港灣平泊落嚟，